我肚子也饿了。你看这些碗啊，本来烧好了，是用来装吃食的。你想象一下啊，这碗呢是苹果酱笋拼蛤肉，这里面装的呢是香煎大明虾。啊，这里面装的孜然炭烤柠檬鸡。这个碗破了，这里面就是装你最爱的黑松露金汤琵琶鱼。等我们出去了，我带你去万华楼吃个够。去。糟了，我的贴身寒蝉锦囊不见了。东西我拿了，你们俩的小命我也收了。给我扒了他的衣服。是。你要干什么？走开！放开我！明日卯时，这里的窑口便会开工，你穿着比不穿还难受。你们两个不是神通广大吗？哎，快让我看看你们还有多大的本事！我今天就让你们俩感受一下当烤鸭的感觉怎么样？我还烤毒蛇呢！调经祛胆扒皮引血，起来！无奈的将军回来！起来！把门给我封死了，这回我叫他们插翅也难逃。1、2、4，走。近一点，近一点。来，轻一点。别动，再忍一下。来，靠近点儿。快点啊！好了。哎呀，可以啊，这什么道道？快帮我解开。只不过和丝线打交道久了，以后我教你。现在这王八蛋把入口封死了。北为阴，南为阳，门应该开在向南面。但看着图表的湿度情况，这边才是阳面，门却没有开在这里。我猜那里边肯定有蹊跷。这风水先生的行当你也懂啊？易经八卦，乃天地万物变化之学，学之可以识物，亦可观心。你现在还想关谁的心啊？赶紧找别的办法出去吧。什么石头啊，这么奇怪？镇墓石，这怎么会有镇墓石呢？难怪这里土质严密。看来这窑口以前是个古墓群，土质坚硬，我们是出不去了。啊？现在好了，连窑口也不按常理出牌。自从遇上你之后，凡事都不在我的掌控之中了。